然后就是因为很喜欢自己的歌，然后我做的鼓的，自己做的，没有任何研究目的，就是自己想要哪一天啊，就是可以给朋友分享，然后所以第一首歌顺便告诉大家，我是来自都立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边？我们绝对不是被都立同化过来。没有，我们先大概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我们这边的字看不到啊。我是阿廖，拉奥是我妈妈的名字，因为我姓我妈妈。阿廖是我阿公的名字，我妈妈用我阿公的名字给我命名这样。我的乐团里面是担任主唱、吉他，还有买一手。然后老外待会会来，就是他也是女主唱兼吉他兼海沙沙手，那个沙。然后老祖很多了哇，吉他兼海豚音方面。那不是海豚的，是河豚。蓝鲸啊，哎，头目手兼无限。然后我们吉洛是贝斯手兼团长兼国军安赖兼。还有封面了。我们的一个真正的鼓手，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？因为他是鼓手兼玫瑰手兼爱情中流手。还在受骗当中。一定要笑一下，不然是。好吧。那除了只剩电吉他自尾 solo 陶醉的功能。来介绍一下，我们中间是老祖。他的为什么你那么红啊？光都打我这边嘛，因为我这边对，你蛮需要的。他的副业是开美白保养品。我是用太多中毒了。哎，这边是我们的团长 Kilo。讲一下话。大家好。这是他这一天当中最多的互动了。然后在我们后面就是我们的神山村倒数第3个巷子口左转的未来的部长，除了少华。大家好。是谁叫我说了？我们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今天的表演就到此结束了。谢谢大家浪费350块。其实还可以退票啦。还会撕一半给你妹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很多歌，所以你笑话要一直讲。真正会唱的只有3首而已。而且你会发现，3首歌，然后1首歌我们有5、6种版本。好了，我们先交接一下，因为下一首要换一下。好。不是好闹，很热掰。哎，这声音，是。好。1 2 1 2 3。下一首歌是我们这个乐团算是真正成立的第1首歌曲，最完整。那时候在合体做的歌，那天有月亮，很亮这样。所以它很亮嘛，有月晕这样。老人家不会讲，就叫它月亮的乳晕这样。那其实没有任何色情成分，因为男生女生都有乳晕，对。只是有大有小而已。我打错字了吗？什么？第1个字啊。第1个字哪里？在啊。在哦。哎，都是念在啊！怎样呢你们？回家好了啦。奇怪，就1个在而已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再来有一天的时候。哎，再一首。哎，好了。我们还是赶快唱歌。
这首歌在屏东鼓楼那边的一个合体做的一首歌曲。当然说看到这个月亮的如意呢，会有大事情发生啊，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，没有人知道。那我觉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我一直纠正，然后就是，就发展了这首歌曲叫《月亮的如意》，大家听听看哦。月亮的如意。